麦克风试验。1、2、3 ，test 麦克风试验。1、2、3。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彼此祝说复活节快乐哈！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因他复活，我们可以面对明天，面对各样的情况。那我们在唱这首诗的时候，求神给我们有信心跟盼望，来经历他每一天的同在。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再次来，因他活，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生命充满了希望，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们才有盼望；因他活着，我们才能够面对明天。用主的话，我们一起来宣告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这是神的恩典。有一些人，他们面对灾难，面对亲人的离别，他们充满了绝望跟忧伤。我们恳求神再次来怜悯我们，有意无意得罪神的，求主来赦免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开口来感谢，开口来赞美，开口来向神祈求他的大能帮助我们能够卸掉一切的重担，除去一切的软弱。我们奉你名来到你身上宝座面前，主啊，你是各样的礼物给敬畏你的人，你是各样的力量给在困境当中的人，你是盼望给绝望的人。主，我们感谢，因为你活着，我们才有明天；因为你活着，我们才有盼望。谢谢主，让我们再次来经历你复活的大能，经历你的同在。亲爱的天父上帝，你创造我们，给我们生
生命的气息，你我们透过大自然来认识你，来体验到你的同在。但是我们知道天地万物都在改变，唯有神的信实慈爱永不改变。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可以在这里一同敬拜，这是你的恩典。主，求你怜悯我们在有意无意当中的过犯，不要叫这些罪拦阻我们领受你的恩典。每一次我们敬拜的时候，求你宝座就设立；每一次我们的呼求，求你打开天上的窗户，应允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而不是我们想要；让我们知道你想要的，而照着你想要的，我们跟随顺从。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国家、城市来祷告。主的话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庇庇他们；又愿那爱你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我们一起为这个国家、城市来祷告，为执政掌权的有智慧来拟定政策。我们看到4月2号早上，408次的太鲁阁号，它在清水淡海那边发生有史以来这严重的车祸，50个人丧生，178个轻重伤罹难跟受伤的家属，我们看影响到多少个家庭其中也有牧者的儿孙那个张恩祥、张恩云，就是一个牧师的退休牧师的他的儿孙我们恳求神来怜悯无论是台铁或是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部会，求神帮助，让他们有决心，不是每一次遇到困境、遇到意外才来检讨反省，让执政者有智慧。求神来安慰这些罹难的家属，包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恳求主来护卫着台湾。我们有被侵略的恐惧，我们有环境所带来很多的恐惧。我们恳求神来怜悯这块土地4月开始可能会有绕境，我们恳求神怜悯这块土地百姓，知道敬畏他，知道敬畏真神，而不是敬畏人所造的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为这块土地，为执政掌权的，能够为这块土地爱这块土地，为这块土地的百姓谋福利，让这块土地的百姓能够知道敬畏上帝。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这块土地、这地的百姓。主啊，从一个恐慌之地要成为喜乐之地，成为盼望之地，成为惊恐的人，但是因着主你复活大，要让他们成为有盼望的人。主啊，求你洁净这块土地、这地的百姓，过去所流人血，彼此争斗的奉你的名，除去这一切的障碍离开。主，你医治的大能医治这块土地，释放我们在主里面，您要得着自由。主啊，主啊，我们恳求你怜悯，恳求你施恩赐福在这块土地。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台湾的主，你怜悯这块土地。虽然受到国际的排斥、对岸的恐吓，但是你依然爱这块土地。你虽然透过各样的事物让执政掌权知道你是神，但是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背离了神，我们不认识你，我们去敬拜人所造的。主啊，面对这样的一个重大的灾难意外所带来家庭、带来个人的伤害跟恐惧，求你怜悯施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忧伤恐惧，透过媒体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实在是有限，我们生命
面对事物的变化，我们有时候不知所措。面对忧伤的时候，需要主你的安慰，需要主你的智慧，需要主你的扶持。愿我们的祷告透过你的灵来安慰这些罹难者的家属，这些在恐慌中受伤的百姓。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护卫着台湾不受强敌的威胁。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要为着我们弟兄姐妹的身心灵的需要，我们一起用主的话宣告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我们恳求神在帮助我们面对身心灵的需要，求主自己来掌权、医治、安慰。特别我们当中如果有需要代祷的，也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你知道祷告非常的能力非常的大哦。那昨天有去探望富春长老，感谢主他恢复很好，只是现在心律上有一些需要调整的耀心长老娘他的乳癌移转复发到骨头，我们也为他来祷告。接下来要做一些的疗程。也为黄泽弟兄再过来，在4月9号要在职场大肠的教会处要做一起开刀求主来帮助。特别还有弟兄姐妹，有的亲人在加护病房，在面临生死的这样的一个搏斗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神的同在，我们需要主的医治，我们需要神的宝血的遮盖。如果当中我们有需要被服侍的，你现在就可以站立起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经历耶和华拉法，就是他的医治、他的帮助、他的供应他的护卫、他的平安要临到我们。我们开口同时来祷告。如果你有需要，你就可以站立起来。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奉圣洁来呼求你医治的大能，充满在你的身边，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主求你赐福你的能力、你的医治、你的供应、你的带领，特别是你的平安，常是在因为你的人身上，凡主求的、凡有显示，都有来求告你，而且赞美你，让我们经历了你的同在，经历了你的医治。让我们帮助进入到谢谢耶稣，你来就是要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可以使他们得安息。主，这是你的恩典，因为你可以让我们随时来亲近你，随时来呼求你。你已经为我们打开这样的一个蒙福的管道。凡忧伤的，你必安慰；病痛的，你要医治；失丧的，你要带领他们回到你的面前；无助的，你给他们力量；绝望的，你给他们永恒的盼望。谢谢耶稣，在主里面，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身心灵要得健壮，灵魂体要得兴盛。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最后，我们要来为主日来守望来祷告，用主的话一起宣告说：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我们在圣殿呼求神你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办法来到这里，可能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们不来？为什么他们没有到教会来敬拜？哇，原来他们在病痛当中，原来癌症转移，原来他们正在面临一些的事项的挣扎、软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成为一个代祷者，你知道非常的重要。这是副省长他感受到，哇，医生评估怎么
顺利，他都昨天他好像说没有感到这样的一个疼痛或者怎样或者是紧张。他是很会紧张的人，他自己说他很会紧张，但是这一次平静安稳。说你知道多少人在为你祷告？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代祷者非常重要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跟神之间有美好的关系。如果你跟神的连结，才能够带出什么那个祷告的能力，带出神告诉你如何祷告，为谁祷告。复活的大能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权柄，带给我们能力，带给我们爱。今天我们的儿童阿嘎培小魔术大号这样的一个活动大概有接近150左右的家长跟儿童，会在7楼，在6楼，有很多是社区来的求神帮助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空间场地，还有他们的运作、招待人员这些的团队，怎么样把这些家长、儿童留在教会，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很重要的，你的祷告是很重要的关键。我们恳求神透过今天的复活节，让大家能够知道他是复活的主。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守望，为牧师来祷告所传讲的信息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开口来祷告，来祝福今天所有的事，所有的服事，所有要进到教会的这些的慕道的朋友。圣灵要感动他们，认识耶稣是主，是复活的主，是大能的主。哈利路亚！主你的全能运行充满，你的灵运行在混沌黑暗当中，混乱当中，要建立光明，要有秩序。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位遇见你的人，都要成为蒙恩的人，成为有盼望的人，成为得着真理的人，有圣灵同在。主，谢谢你，让我们一同敬拜，一同赞美，一同为着今天所有的服事，为着所有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守望的时候，求你在你的天上宝座垂听我们的祷告，开启你的宝座的窗户，倾福下来，倾福你的医治、供应，你的能力，特别是你的平安安慰在我们当中。谢谢你，我们也要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一起举起手来。拿起我双眼，我要看见你；敞开我心门，我要认识你。打开我双耳，我要倾听你。耶稣你彰显，耶稣你彰显。心门，我要认识你。打开我双耳，我要倾听你。耶稣你彰显，耶稣你彰显。神同在，神同在，神同在，他必能够清楚。我与耶稣面对面，神同在，神同在，神同在，
是的，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始终与我们同在，无论高山或低谷，无论旷野或死荫幽谷，他做我们的脚前灯，引走我们走义路。我相信我的救主者永远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走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是啊，主啊，求你来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定睛的在你身上，单单的来敬拜你。当我们来张扬你的荣光的时候，你的心意就向我们来显明。阿门。我们前姐妹先唱，弟兄来祷告。每当我瞻仰你至深容颜，每当我在爱中仰
我一生活着，为要敬拜你，我敬拜你。兄来唱，姐妹来祷告。每当我瞻仰你至深入眠，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的喜乐，当我进入你心意，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一起来敬拜，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举起你的手来敬拜这位万王之王、复活的主。我敬拜你，我一生活着，为要敬拜你。认真的敬拜来到主的面前。敬拜你，我一生活着，为要敬拜你。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耶稣，你是复活的主，你胜过死亡的权势。你在人的绝望当中，为人开启一条盼望之路。你在我们忧伤软弱的困境当中，你为我们打开一个盼望的环境。谢谢主，因为我们知道你复活，你胜过死亡的权势，你才能够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带给我们明天的盼望。谢谢耶稣，每一次我们敬拜，我们都邀请你把宝座设立在这里。意思就是有你的同在，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跟你的爱隔绝。
甚至是死亡。每一次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自由。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也是让我们不知道走在我们人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你的话语就扶持我们，你的话语是给我们生命。谢谢耶稣，每一次我们敬拜，我们渴慕你，让我们有真实的敬拜，不是只有金钱的外表。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们的心，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就是对付我们的罪。谢谢耶稣，主圣灵，我们邀请你来，邀请你来，邀请你来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明白耶稣的话，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要来看周报的消息。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我们庆祝耶稣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的权势。那我们的敬拜赞美能够来让我们认识到这位的主。我们会后也会发复活蛋那第二场也会有圣歌队的复活节的赞美。那你也可以拿着这个蛋，然后分享主耶稣复活的喜悦。我们看到生孩子满月我们都会放什么？就会分油饭或者是蛋要代表新的生命。我们在4月4号第二场的礼拜当中我们今天会来设立丁家硕执事。我们今年的第3次圣礼典会定在5月2号举行。如果我们当中要受洗的请在4月18号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我们这个礼拜6会还有下个礼拜6会有属灵家长的训练，就是4月10号、4月17号。请各小组可以推荐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个是帮助我们终身受用，如何能够设定对象，为他们代祷，与他们建立关系，然后怎么样带领他们透过说问听化主印信来决志信主，也帮助他们继续的能够与神的关系、与教会、与信徒、与亲友来建立美好的关系，怎么样去使用生命册。那我们下一个我们青年牧区在4月10号早上也有这个敬拜的研习会欢迎对音乐有兴趣，或是上礼拜我们看到影片说，哎呀这些会众也听不懂如果你听不懂你就来学让我们能够懂好，那我们的爱幸福今天早上也有这些社区的家长，还有儿童，还有我们教会的儿童，大概这样加起来有150位以上所以我们楼上也应该忙得非常有次序这样已经预备好了那也我们在祷告当中继续为这些社区来的朋友这些孩子要留下来，家长也要留下来各牧区也怎么样去为这些的家长来祷告来带领他们进入到上帝的恩典。好，我们来看一段的影片，这是周五爱幸福我们有邀请到张旭老师他是很棒的一个老师。周五就是有放轻松的时间，让社区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在这边来充电。
礼拜五我们有请张旭老师来做分享那他也会陆续来开这个太鼓班这个让孩子特别是从国小的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好，我们4月有4月寿星的吗？请你站立起来，我们要来唱生日快乐歌，有没有？好，有金牛老师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我们拍手来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生命从你而来，你创造我们生命，你也要我们生命过得更丰富、更丰盛。求你帮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在这个世代成为你福音的见证人，因为你的恩典够用，你让我们生命彰显出神的丰富、神的同在。愿你赐福这些4月的寿星，让他们生命活出美好。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我们来念今天的金句，来念2遍，一起来。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20章29节，再一次，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约翰福音20章29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可以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献上感恩。的喜归给至神全能神，应当之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应当之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一起站立，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再一次来，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慈爱拉爸父神，感谢你的恩典怜悯，每日都如玛纳降下，让我们有生命的气息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赞美你。主啊，在台湾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主啊，求你怜悯这些家属的心。主啊，我们不比他们更为有益，而是你要叫我们要警醒祷告。主啊，你的恩典怜悯，主耶稣基督你的复活已战胜死亡的权势。如今带领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姊妹，主啊，求你软化我们冷漠的心，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以及学习像你一样爱人如己的心。
主啊，如今献上我们的金钱、时间、才能，做你圣工之用，愿你悦纳。祷告、赞美、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坐下，彼此来祝说啊，上帝的话语带有能力。上帝的话语带有能力。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0章。约翰福音第20章，我们要从19看到29节。约翰福音，我们要看20章19到29节。如果你预备好了，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19节，一起来。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愿主的话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复活之后，耶稣如何向这些的信徒门徒来显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想请问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样的事物让你觉得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我们面对在这个不断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社会，有一些事情来得很突然，就好像4月2号耶稣受难日这一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一列从树林要开往台东的太鲁阁号，就在这措手不及，有人在休息，有人在走道，因为卖了站票，所以这次的伤亡会如此的惨重。弟兄姐妹，思想一下，在你出生到现在，有什么事情是让你一想起来，眼睛闭起来是非常的恐惧害怕的？有没有？有一些人看到书本，哎呀，蛇啊，赶快把它盖掉，或者是把它撕掉。有人在点头。有没有什么事让你害怕的？可能有一些人出车祸，他看到车子快速来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害怕。
有一些人他惧高，有些人怕高的有没有？要叫你去高空弹跳，你敢吗？不敢。可能小时候爸爸抛你抛，结果没有接到，摔下来。有这些的案例很多的这些恐惧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意外，造成50个人的罹难。其中刚才祷告会的时候有谈到，有2位牧师的内外孙，他们失去了亲人。这个意外当中也包含了基督徒，很优秀的，在国立体育学院在念书，明日之星。就是因为这样，因为一个意外，所以我们看到生命的短暂。我想这些的受伤的乘客178位，或者是他们的家属，可能会每一次经过清水断崖的时候，这个隧道的时候，可能他们对坐火车就有一些的恐惧。这宋一鸣牧师他们原本要搭上这台死亡的列车但后来因为订不到票，所以他们要去花莲服侍一台游览车，包括很多的艺人，就最后他们坐游览车。所以很多的变化没有办法让我们有所反应。可能醒来的时候，耶稣怎么看到耶稣？弟兄姐妹，想一下，什么样的画面、图像、事件让你一直存在你的心里面，还是依然的恐惧？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你去除这些的恐惧吗？美国有一个知名的主持人叫芭芭拉·华特斯，他是很有名的主持人。那他有一次来到了阿富汗的喀布这个地方，他在研究两性这个主题的故事。两性的角色不一样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深入在那个阿富汗这个地区，他发觉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奇怪，这个女人为什么总是跟在丈夫的后面大概用5倍的慢的速度跟在丈夫的后面？他就觉得这个很奇怪那当他有机会再一次回到这样阿富汗的地区这个喀布，然后他还是发觉奇怪，塔利班政权已经被推翻了嘛，那种传统束缚的观念应该要被解除，但是还是这些的妇女还是乖乖的跟在丈夫，用5倍慢的速度就跟在丈夫的后面，所以他就很好奇，找了一位妇女。就反问他，为什么这个政权已经推翻了，应该可以两性现在所谓的平权，那为什么你们都不要呢？你们还是乖乖的就在后面用慢5倍的速度跟着你的丈夫呢？有一位妇女就很直接的告诉他，因为有地雷。知道就会笑了因为丈夫走在前面，如果有地雷，他先牺牲了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的困境或是恐慌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的方法来保护我们自己。弟兄姐妹，在活在恐惧的当中，有时候我们是很无奈的，没有办法去摆脱。但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帮助你能够去除这些的恐惧？我相信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会有你恐惧的事件，包括牧师。我记得小时候我要上学的时候，以前那个脚踏车是那个木车那个电瓶弄下去你踏得很快，前面还有一个灯那后面后座是比较大的那大姐载着我那你知道那个国小大概1、2年级的时候，那脚也不够长，所以就在那海嘞这样那当然要我们家住在山上里面要下坡的时候突然我的脚整个
左脚就伸进去了哦。啊，你知道那个下坡，右脚都伸进去哦，所以你就知道我那脚的创伤有多大哈。哦，记得那个时候我爸就是每一天帮我敷药哈换药。每一次我看到这个疤，就会想到那个情景哦。过去可能会那种惊悚的画面就会存在我心里面，但知道如何透过祷告来帮助自己把那一些的恐惧除掉的时候，这样的能力就可以帮助我不再活在当下那种恐惧的画面里面。弟兄姐妹，谁可以在恐惧当中给你有平安，把这些不好的、这些困扰你的这些记忆的图像，能够帮助你把它除掉？弟兄姐妹，我们在礼拜3的第3周，我们会有内在医治的训练，帮助我们透过渐进式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操练，帮助我们怎么样除去我们内在生命当中遇到这一些的困境、恐惧，能够帮助你。第二个，我们要来从认识主复活的大能，有带给门徒什么样的改变？我们觉得刚开始好像没有了。抹大拉的玛利亚把这些的信息告诉门徒的时候，结果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在哪里？这些门徒应该走出来，走出户外，然后去迎接复活的耶稣，不是吗？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看到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哪里？他们关在房子里，他们不敢出门。他们的画面可能还停留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可能有一些人是远远的看，只有那一些忠诚的妇女。其他的门徒呢，躲得远远的。可能那个钉痕、那个画面、那个惨叫的声音，这个画面一直在他们心里面。他们觉得钉刑这样的酷刑、死亡已经胜过了耶稣他所说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残酷的酷刑，在当时候是非常的痛苦、羞辱。他们听见耶稣复活的信息了，但是依然这样的一个画面，这样恐惧停留在他们心里面。他们不希望重蹈覆辙耶稣的下场。尽管耶稣已经复活，这个信息传到他们耳朵，但是弟兄姐妹，尽管我们信主多年，但是还是有很多这些的恐惧的画面、恐惧的意识在困扰着我们，在捆绑着我们，是不是？我们还是走不出来，怎么办？因为时常有这一些的画面在左右着我们，影响着我们。所谓的一朝被蛇咬，然后10年怎样？你看到那个请神就吓到了，对不对？我希望你们回去思想一下，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事物是让你想到、看到就类似的就恐惧起来？这些门徒虽然听见耶稣复活了，我们从圣经前后文我们知道，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这个信息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些慕道的朋友听到你说耶稣是复活的主，听到你说耶稣多么厉害，他们可能跟这些门徒一样不相信。他们可能跟多马一样，除非我亲眼见，我总不信。还是会有这些的人，可能包括你我，信主多久，心里面还是我总不信。这些人怕人大于复活的信息。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因为他们怕犹太人，因为他们怕犹太这些宗教领袖，这一些的权贵，即使是听到耶稣复活了，让他们联想到耶稣曾经讲过的话吗？可能忘记了。直到路加福音24章45节，圣灵的同在感动他们，于是耶稣开他们心窍，他们才明白过来，
不是吗？有时候我们看了圣经不明白，就好像这些的门徒一样，听了复活的信息，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还是把心门关得紧紧的，他们还是把房门关得紧紧的。你知道犹太当局这些领袖，他们处心积虑把他们的领袖，就是耶稣，把他抓起来，然后钉在十字架。他们以为好了，把这样的一个势力铲除了。如果有一些更狠的，就是斩草要除根，就把他这些跟随者通通抓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后来有这一些的所谓的宗教领袖，包括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对不对？拿着这些的命令，然后到处去捕捉这些的犹太人这些的门徒，这些的信耶稣的人，不是吗？所以他们的害怕是有理由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尽管抹大拉的玛利亚已经告诉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我已经看见了复活的主。从玛利亚的眼光，我们看到复活的主，所以常常每一次在面谈受洗的弟兄姐妹，我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你相信耶稣复活吗？他们很多顿了一下，不是很确定。来，我说我们从这一些的见证人的眼光，虽然我们不再看到耶稣亲身的复活，但是我们从抹大拉的玛利亚。哥林多的书信里面说，至少有500多人，他们男人看到耶稣复活，这些的门徒，我们从他的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耶稣的复活，我们才能够相信。后来他们愿意尝试的相信，虽然抹大拉玛利亚告诉他们，他们的心门还是紧闭，他们怕人大过于耶稣复活的信息。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别人的见证，我们带有一些的怀疑，真的吗？为什么他能够，我都没有？他们害怕人的势力胜过上帝的福音，胜过耶稣曾经讲过的“我3日之后要复活”。就好像多马一样，除非我眼见，不然我总不信。除非我用亲手去触探他的伤口、他的肋旁、他那被枪伤所枪伤的，不然我总不信。同样，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会讲：我还没有找到工作，我求了那么久，还没有找到工作，你叫我怎么信？我跟一位慕道友，德福的慕道友。突然来问我一个问题，就谈到可能以前他在祷告当中为祷告所立下的这些的事项，10年来没有被成就，所以他对神有一些的怀疑。我就花时间跟他谈，可能我们因为工作的不顺利。可能会因为我们在经济上、在资产上的负债，可能是因为我身体为什么还是那么虚弱？为什么上帝之前医治我？为什么这样的癌症今天过了10几年会再复发？为什么成绩不理想？为什么我跟他的关系还是那么恶劣？为什么我所带导的人，他们的病情还是没有好转，还是没有起色？试问我们怎么样可以继续来相信？为什么这一次在这样的一个灾难里面有基督徒？上帝不是要保守这些信靠他的人出入平安吗？有时候很多为什么就好像多马一样，为什么我不在场？为什么我没有亲身来体力？若没有经历，没有亲眼看见，我总不信。这是不只是在当时候的情况，在现代的社会，现在我们的生活信仰里面，依然会发生这样的。或是牧养27年，
有很多这些弟兄姐妹的故事，就是包含这一些。为什么？为什么？除非我经历，我总不信。这就是我们可以去理解多马他的立场。他没有在场，他没有经历，怎么办？今天上帝的话也要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问题跟困境。在你软弱、恐慌、惧怕的时候，就好像这些的门徒，正当他们害怕紧闭着心门跟这些的房门的时候，耶稣他突破了什么？第一个要突破裹尸布，对不对？把它包得好像木乃伊一样。第二道要突破什么？突破那个坟墓的大石头。如果你有去以色列，你就知道那个坟墓是用一个大的圆的石头把它封住，要好几个人才能够搬得动。第三个，他要突破什么？耶稣复活要突破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外面有什么？外面有谁在把守？怕说有人偷耶稣的尸体，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就要求总督要求官方派一些的兵丁来把守。所以我们从别的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到，有兵丁在什么？在坟墓外面重兵把守，怕因为门徒把耶稣的遗体偷走了，所以就说他复活了。第四个，我们看耶稣要突破的是什么？要突破的是这一间房子的门。我们看到耶稣他是用超自然的方式，然后进入到他们的当中，然后向他们显现。你看，我真的复活了。弟兄姐妹，这不是幻影。虽然多马曾经怀疑，但是经过8日之后，耶稣再一次的用这样超自然的方式，穿越了这些重重的障碍，最后是穿越了什么？这些心门的障碍，不是吗？这些人还是怀疑呢。有一些人还是到加利利的山上，耶稣召集他们，召集完，然后告诉他们大使命，然后升天的时候，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说，有人还是怀疑，还是不信，不是吗？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来，因为我深信，无论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耶稣知道门徒还有我们的害怕是真实的，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虽然我们信主那么久了，遇到一些的困难、困境、问题、病痛临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软弱，还是会有埋怨，甚至是不信。在你所处理的这事上，耶稣每一次我祷告，不是你给我停车位吗？怎么这次我非常重要，为什么没有？可能你当下你就忘记了过去主所给你的应许、成就的事情，然后在这件事情上软弱了、跌倒了。但是耶稣也没有责备我们，他依然在他们恐慌、无助的时候穿门而过，然后告诉他们一句话：愿你们怎样平安。他只是邀请我们相信他，邀请我们相信他的全能，他是平安的主。他要帮助我们从疑惑怎么样变为相信。所以过了8日，我们看到耶稣与多马相遇的那一天，并没有按照他所期望的来解决他的疑惑。多马并没有用手指来探入那个钉痕，摸那个钉痕，没有用手来探耶稣肋旁的枪伤，他只是回应一句话，说什么：我的主，我的神。
毕竟信仰不能够建立在单件的事件上面，不是建立在一个神迹奇事上面，因为神迹奇事让你看见了，可能你心里会要求更多的神迹奇事，不是吗？这一件事情你成就，哎呀，屡试不爽，再来，主啊，你一定会，但是如果没有呢，怎么办？主啊，给他从死中复活，或者病危当中能够活起来。如果没有怎么办？神迹只会让我们的需求不断的增加，只会让人们的那个想要的心更多。但是，如果我们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困境的时候，不知何去何从，或是怎么样去解决你的事情，就好像这一次的造势的这个工程公司，这个老板，他说了一句话：“我的人生可能就到此结束。”因为他不知道要赔多少，要付上多少的代价，不是吗？他就说出这样没有盼望的话，哎呀，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的未来。但是我们知道，信心就是绝对的依靠这位主，用伸出他爱的手臂，保抱你的这位主。这位你曾经对他说：“我没有看见，我总不信的这位主。”我们来看希伯来书这段的经文，一起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下面是新译本，比较白话，来念一遍来。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看不见之事的明证。你会不会因为一件事情没有照你的要求来成就，而造成你对主的怀疑吗？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主依然接纳你，主依然他在他旁边说：“我等你，我懂你。”就好像他懂这些门徒，即使耶稣复活了，他们还是回到老本行，在捕鱼。耶稣还为他们预备早餐，对不对？彼得看到耶稣，他还跳下去，他知道他的罪，他的软弱。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就像这些的门徒一样，但是耶稣还是在那边帮助我们，为我们预备。特别是在这时候，给他们平安还不够，他还要告诉他们：“我要预备圣灵给你们。”他曾经讲过，他圣灵给他们，然后向他们吹一口气，代表圣灵的同在，但是没有马上。我们知道后来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节的时候，圣灵的充满，让他们就得着能力。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得着能力要做什么？不是爽，不是高兴，而是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复活之后，耶稣不仅是让他们有平安而已，更彰显出他掌管万有的能力，包括这些黑暗死亡的权势。所以耶稣说：“我要将这样一个权柄交给你们，你们要赦别人的罪，他的罪就可以赦免。”所以透过圣灵的同在，我们知道他们敢在公会上面跟人家分享耶稣。当耶稣被定的时候，他们跑不见人影，但不敢公开向人传讲福音。但是后来我们从这些福音书里面看到，他们得着圣灵的能力，他们讲道有能力，彼得的呼召有能力，彼得所讲的信息扎中人的心，然后这些会众就回应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彼得就告诉他们：“你要不要悔改？回转归向上帝，然后受洗归入他的名下，然后最后他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使人进入到永恒的国度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透过教会的服事，神已经把这样一个圣灵的同在跟权柄交给谁？
交给牧师而已吗？交给所有的信徒。凡信靠他的人，主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应许，说圣灵要与你们同在，圣灵要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圣灵要知道你有这样祷告的能力，你有传福音的能力，特别你有赦罪的能力。所以当时候这些门徒就赦免这些人的罪，然后接纳他们进入教会。我读这一段的经文，有一个感动。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力，什么样的能力？刚才我们念主祷文的时候，我们用主祷文祷告的时候，有读到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怎样免了人的债。哇，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啊！不是只有这些使徒有权柄啊，今天谁得罪了你，你还放在这里。不会因为你没有赦免他们，他们的罪就没有被除掉，你知道吗？而是上帝要透过你我，当人得罪你的时候，当我们祷告，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说免我们的债，我们都希望主免我们的债，但是如同思想一下，我还在恨那一个，我还不饶恕那一个伤害我、用言语霸凌我、用行为伤害我的那一位，我还在想那种画面、那个伤害、那个恐惧，我饶恕不了。弟兄姐妹，圣灵的能力与你同在，要帮助你，可以主啊，我用主的爱来饶恕这个曾经伤害过我的人。这是我对这一段的经文很深的体验。原来主透过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你有赦罪饶恕人的能力耶，你要不要？你能不能？在于你有没有依靠神？我们知道过去这个十字架是一个酷刑，是一个痛苦羞辱刑罚的工具，是一个极大坏蛋才会钉十字架的，小偷都没有那种资格。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为我们付上代价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十字架，每一个人都喜欢挂在身上，连未信的非基督徒，我曾经问他：“哎，你是基督徒？”因为我看他挂十字架，而且是钻石的，非常漂亮。我说：“小姐，你是基督徒吗？不然你挂十字架。”他说：“不是。”那为什么挂呢？好看啊，钻石的呢。我知道，我就问他说：“你知道十字架的意义吗？”不知道。如果十字架是一个刑具，你要不要挂？不要。我就有机会跟他谈到福音。你知道这个记号，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耶稣复活，所以这个十字架成为医治、拯救、盼望的记号。所以自从耶稣复活之后，十字架成为一个艺术，对不对？十字架成为一个什么医疗的、雕刻、音乐，十字架，十字架，对不对？很多这些诗歌就因为这十字架把它做出来、创作出来，有一些的灵感、文学，甚至是神学，十字架的神学就蓬勃的发展，宣扬十字架的救恩。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样的信仰，是因为耶稣复活了，胜过死亡的权势，是痛苦羞辱的记号，成为荣耀盼望的记号。所以我们在新居落成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送什么？十字架。如果是停留在耶稣被钉之前，可能你不想挂，因为它是一个不好的，是一个刑罚的工具，一个记号，不是吗？但是保罗自从他生命被耶稣改变，他强调十字架的救恩。我们一起来念来，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只夸口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弟兄姐妹，复活之后要做什么？复活之后，如果你跟人家分享，可不可以帮助他能够明白耶稣是那胜过死亡权势的主？他可以说：“我相信。”
耶稣是使我平安走出恐惧、忧伤的那位主。复活之后，是不是可以帮助你说我选择耶稣做我的救主？耶稣是我的主，因为他胜过死亡的权势，才能够给我这样的盼望啊！但是不要停留在这里，好吗？弟兄姐妹，不要停留在这里。你可能可以用代祷、用诗歌、用 LINE、用实际的设定对象跟他说问听。你可以成为福音的代言人、见证人，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复活之后，不是自己高兴就好，不是教会关起门来高兴就好。复活之后，就好像今天有儿童，有这些的家长进来。复活之后，是要让他们知道，耶稣是复活的主。复活之后是要让谁？要让他们知道耶稣爱他们。复活之后是要让你知道，耶稣也给你有这样的权柄，能够帮助你。为谁祷告，他能够经历到主的同在医治了。复活之后是要让你知道耶稣爱你，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把握生命有限的机会，就好像那个列车，我们不知道那是一列死亡的列车，那些罹难的不知道，可能瞬间，这些救难的人员，我今天早上看网络新闻，有一个第一次加入这个抢救救难的行列，他看到那情况，他心里面充满了恐惧，踏到的是这一些的尸体，血肉模糊，带给他有这一些的恐惧。复活之后，我们就是要向这些活在恐惧当中的人说：耶稣愿你平安，要给你平安。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来，手借给我来。生不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好就像记的那一年，我将见那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刚好就像记的那一年，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恩。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刚好就像去的那一年，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年，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复活的主，我们生命的主，帮助我们走出忧伤恐惧的主，谢谢你，
就是在我们不安、恐惧的当中，你会出现，甚至你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你要告诉我们，不要忧愁，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要回来接你们。愿你们平安。我知道你们心里面的不安，你们心里面的问题，耶稣都知道。耶稣也要像他向门徒所说的一样，我知道你，我懂你，我还是爱你，我还是接纳你，我还是愿意为你在十字架上付上代价。不管你是怎样的人，耶稣还是会对你说，我依然爱你，即使是在他旁边所定的强盗。耶稣也要对这些弟兄姐妹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接受洗礼的，他也要告诉你，我这样做是为你付上代价。你知道吗？我还是在等待你，等待你好像多马一样，亲眼看见，我总不信，除非亲眼看见。耶稣还是在等待你，紧闭的心门被打开。主耶稣，求你在这复活的日子当中帮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知道你是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权柄，可以饶恕别人，知道你赐给教会有这样权柄，做赦罪，把人带到你的面前。知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依然接纳我们。愿主耶稣基督，他胜过死亡权势，带来给我们有复活的盼望。他赐给你有这样的权柄，能够赦免人的罪，赦免那一些得罪你的人，他也要赦免你。主圣灵，求你感动我们的心，明白你是复活的主。主圣灵，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饶恕别人、分享福音的人，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弟兄姐妹，请坐。开启我双眼，我要看见你；敞开我心门，我要认识你；打开我双耳，我要倾听你。耶稣的彰显，耶稣的彰显。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啊！主复活的大人与大家同在啊！我们彼此来祝福。